高雄有48万外户，后礼拜要停水55点钟哦，嘛引起真侪民众的怨叹。昨市政府甲经济部是紧急协商，宣布讲部分所在停水的时间会缩短，嘛强调讲哦会甲水公司协调来增加送水车甲加水站。市长陈其迈嘛向市民回示咧。 设计师无用咧替人去洗他们，红山这间他们店因为知影日一开始要停水55点钟，烦恼会影响生理。店长早就已经甲水车注门口，要请人载3天的水。即摆讲因家干那爱停水13点钟尔。店长虽然奇怪，那也无通知，不过也是欢喜提早有水通经。是因为我们用水量会比较大，所以如果停水的话，我们一样要加那个加水车。停55点钟啊！张首先的消息是讲纯停13点钟，你敢知？唔知，13小时不晓得。 因为香港广告有15个区要停水55点钟遐尼久，这几天市府甲真侪民气代表是电话接袂煞，民众怨声连连。市府也赶紧甲经济部敲切，即摆洪山有7个里，干那爱停水13点钟，南马溪提早3点钟恢复供水，大寮是全区降压送水，停水时间甲范围有较细。市长陈其迈表示，希望水公司未来会当量早提报计划，互大家量早准备。讲后盖这管线若要维护啦，要维修，应该爱有一个年度的这个计划啦，互大家较早知影讲，你是当时要修，当时要停，安尼大家嘛要做一个准备，安尼可能较好啦，所以就增加经济部水公司来做协调，我想。 而且我那甲大家回示咧啦，停水的范围加时间缩短，毋过伫林武地区嘛是爱超过50几点钟的时间，所以即马大家拢在协调讲送水车，搁加水的所在，水塔临时的所在，会使搁较济。除了水公司表示，因是调用其他备用水源来斗3工，才通缩小即摆停水的影响。其他所在因为受到广线的限制，嘛是维持停水。因会继续甲地方参详，增加送水车甲加水站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